水晶同彩虹嘅白水晶，究竟佢哋有咩分別咧？好多 fans 買完啲白水晶或者係球體原石都好啦，點解有啲白水晶入邊會見到彩虹咁靚，有啲又冇嘅？其實咧，普通嘅白水晶主要作用咧係咩啊？淨化啦、放大能量啦，同埋平衡嘅磁場所以好多水晶都會配搭白水晶一齊用。至於有彩虹嘅白水晶咧，通常係形成過程入面產生咗天然嘅冰裂紋。當光線折射入去嘅時候咧，就會見到七彩嘅顏色。喺水晶能量學嘅角度睇啦，好多人認為咧，彩虹水晶除咗有白水晶原本嘅淨化力量之外咧，原來佢仲帶有療癒心靈啦、舒緩我哋嘅情緒、提升正能量嘅作用。哇，真係唔錯喎！尤其係曾經失戀啦、心情非常低落啦、壓力大又或者成日唔開心嘅事情收埋喺心入邊嘅朋友，好多都特別中意彩虹嘅白水晶嘅，因為每次望到佢入邊就見到一啲彩虹啦，都好似提醒自己咁樣風雨過後總會見到陽光。不過要留意下，天然彩虹嘅白水晶可遇不可求，唔係越大條彩虹就一定係越勁嘅。最重要係你同呢粒水晶有冇感覺，有冇共鳴。當你一見到佢就覺得好開心嘅舒服時候咧，可能佢就係最適合你嘅水晶啦。水晶睇我 Peter 阿 Sir，唔會帶到污水。